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司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泽文章随机台人的嫌犯早起伫律师陪同来进行侦讯，初步了解是预谋犯案，两个调查民众状况是稳定。虽然有上百民众抗议，立法院昨个举手表决立托通过，藐视国会制定争议法案。环团早起嘛，还有部分期的华东3案应该主动撤回。新加坡航空的飞行机拄到乱流，紧急降落伫曼谷机场，造成1人死亡，71个乘客受伤。来看台中泽文长一个20岁姓洪的查甫人举刀殴白台人，造成2个民众受伤。今仔早起，嫌犯伫律师的陪同进行侦讯，初步了解伊是预谋犯案，动机据了解，受伤的17岁查甫囡仔下晡应该得当转到一般病房。另外一个28岁的查甫状况是真稳定，伊嘛感谢外界的关心。台中警方嘛调动各分局20来警察来协助泽文的安全，每一班车即马顶头拢有警察。泽文警察入去到车厢内底，随车来巡逻警戒。除了配枪以外，还有电击枪甲辣椒水。台中泽文2日发生举刀攻击的事件了后，警方遂宣布，即马开始每一台列车拢要有警员来随车巡逻防护，将以班班列车有警察的勤务方式。协同捷运公司保全人员交叉巡逻，加强专责护车勤务。警方表示，台中捷运逐天有286个车帮，不过敢若有32个外勤的警力。发生举刀攻击事件时阵，是第6分局的警员先到场，捷运警察迄当阵有4个人伫咧巡逻，落尾才坐计程车到位。所以为即马开始，由台中市保安大队、交通大队、第2、第5甲第6分局，拢总加派26个警力来支援，联合巡逻的勤务会维持到月底，再过来检讨调整。因那民众的看法是拢无同。我预期说车站可能会有很多警察在这地方驻守嘛，因为发生事情了，结果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样。这部分会产生有些疑虑啦。你不可能每天都发生那种事情呢，每天放一堆人在这里也是浪费很多资源。姓洪的嫌犯拒绝警方伫咧暗时询问，22早起才和律师做伙来接受侦讯。警方调查嫌犯19暗时就到台中伫西屯的汽车旅馆住2暝，21退房了后坐计程车到台中捷运水安宫站来犯案。3支刀是以1礼拜前伫咧高雄路德的5金行买。目前嫌犯的情绪稳定，犯案的动机也该调查。目前是看起来是没有，还算平静啊，还算平静啊。所以他这个部分倒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安啊，包括用餐啊，还有睡眠啊，都相当的正常。因那勇敢徛出来压制嫌犯28岁姓柯的查甫人，伊倒边的面有互撩到9公分的空喙，所落来会阁进行美容的手术。另外，互嫌犯抬着伤的17岁姓卢的男性，正边的肩胛头、胸坎甲手骨，拢总有22公分的空喙。安生下晡就对加护病房转到一般病房。我没有那么值得关心啊。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钱包。警方提醒，目前已经有诈骗集团偷用姓柯的查甫人的名义来咧借钱，民众千万唔通互骗去。台中市府嘛表示，迄当阵伫车厢内底斗压制嫌犯的民众，14人拢会当免费来坐台中捷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昨个继续审理国会改革的法案，将对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藐视国会罪，民定官员未当犯质询，强化国会人事动议权，个性增加国会调查权才争议的法条，拢已经立托通过了。另外，听证权刑法配合侦定藐视国会罪，议会理事会得继续审查。民间团体嘛发声讲这礼拜5，因会继续伫立法院外口来抗议，展现民意。立法院立案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民进党团一直用战术的拖延来阻碍议事进行。验过国民党团、民众党团靠着人数优势，一步一步地咧推杀国会改革。目前完成立托通过，星期17，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总统每年3个初一进前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利益是新增加藐视国会罪。
民政官员袂当犯质询，被质询人袂用拒绝回答、拒绝提供资料等行为，若违反的人相当罚20万。抑个强化国会人事同意权，采取记名投票。抑个新增加国会调查权，会当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者是社会上有关系人员提供相关文件。若是拒绝、拖延或者是暗砍，相当会当罚10万。这个就是比耐力、比脑力、比意志力。好，我们是智慧的善用各种议事策略，我们会勇敢的、坚定的站上发言台去论述我们认为扩权的条文不可行之处。立言指控，若被联手扩大立法委员的权力，未来将会有调查权，恐惊甲人民干涉在内，引起政治斗争。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争议法案进行协商。国民党的洪明凯讲，已经备案伫咧24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要拼3读通过。民进党团真的有比较好的版本，我们也绝对会支持。既然如此的话，能不能有更有效的整合意见，来往同样的一个方向修法来迈进？我们还是期待在这个礼拜的院会就能够3读通过。目前也未通过条文包括听证权、刑法配合鉴定、藐视国会罪。24按算在这边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是强调会继续用议事策略对抗若被快速表决。民进党的张启凯是希望调解会让和平讨论，国民团队是招民众在这边上街头抗议黑箱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立委鲍坤基提出的花东3案，要去环岛高铁延长国道6号，佮开发花东快速道路，这礼拜5会进行审议。款团是质疑讲，草案只提出预算佮开发的进度，路线佮环境评估拢还未做，嘛无甲社会沟通哦。这3案嘛恐惊会互已经真烂的花东环境，佮受到冲击。因呼吁讲，应该先甲这3案撤回。拒绝劳动，护国神山。3月7，国民党立委丁人提出花东环岛高铁、国道6号延长以及花东快速道路开发3案。3月底、4月中3案是分别进入委员会审查，而且快速的通过排入审查议程，但内容只有预算甲完工的年份，无分评、无具体开发路线，无针对花东水陆地质提出应对的保护政策，嘛无甲社会来沟通。针对这件代志，20个环保团体是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退回这3案先讨论。心意。伊甲阮讲的就是讲，你靠你的技术，你靠你的科技，吼，你就有法度去，就是讲人定胜天啦，吼。问题是中央山脉敢会安尼随便去这其实专家来拢无去做做详细的评估过，所以阮会认为讲，这部分其实伊造成的这环境的破坏，其实是足大的。另外，环保团体嘛指出，国道6号向东延长的草案中，定出10年来要完工这款的条文，是立法权超过行政权的行为，质疑立法院扩权。行政院用钱，立法院监督，全世界的宪政国家体制最基本的共通原理。今天国民党却想要用立法的方式来决定某一个时限内花费2兆多的金额开订单搞建设，请问立法院花钱谁来监督？这如果不是扩权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扩权。也若是开发的方式，草案中敢若写讲会当是 BOT， 或者是向国内外财团企业募集国家主权基金。环团嘛质疑，安尼方式若开发完成，路权恐惊会落伫财团手头。问国民党敢真正是要照顾当地居民？因要求撤回花东3案先沟通，做环评加审议。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早起接见立陶宛的前总统葛宝斯凯德，伊感谢立陶宛长期对台湾的支持哦。另外，国防部嘛公布讲，昨有7架厝的中共军舰甲4架厝的海警船伫台海的附近活动。新的团队上任，台海是真敏感哦。美国国防部嘛呼吁讲，中国就唔通顺势来威胁台湾。国务卿布林肯嘛强调讲，美国会团结各国，做伙来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立陶宛前总统葛宝斯凯德伫9个月内第2遍访问台湾，庆贺总统赖清德加副总统萧美琴就职，展现台日友好关系。Smaller countries which are living in neighborhood of large ones, sometimes not very friendly. We know how to survive. We know how to be and become resilient, and we know how to fight for ourselves.
thi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we can exchange our experiences, and w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陪同接见的也有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安会官网也可简介资料。不过，咨询委员的名单内面，这个那无原本公布要责任，不过不因为牵涉到警察特区社队风波的台大法律系教授姜宏池。对此，总统府回应讲，姜宏池经过各方面的考虑了，完成出任无记者国安职位的邀请，不过国安事务是无空档期。国防部公布2月规工，侦获7台次的强舰，加4台次中国的海警船伫台海周边活动。这是国防部第一遍公布海警船动态。拄好热清的上任，台海情势正敏感。美国国防部希望中国方面唔通借机会升悬情势。We've urged the PRC not to use the election as a pretext for escalation. We've seen them used increased naval activity as a pressure tactic to inclu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ose kinds of activities. We've raised that directly with the PRC. We've brough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does not engage in any unilateral actions that change the status quo.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强调，美国方面继续伫咧团结各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耶拿府国务卿坎贝尔伫咧会见访问美国的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讨论印太事务联动，维持台海加南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意大利共同优先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任的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今仔是安排甲媒体见面哦。针对发生伫台中捷运的随机杀人案，伊呼吁讲是唔通甲精神疾病来做连结，未来甲法务部来沟通协调。另外，伊家呼吁讲保障健保的点数1点1块。邱泰源是讲哦，目前有困难，会先来针对健保给付做全面的盘点。20岁姓杨的查甫人情绪真激动，伊夜都攻击犯下台中这份随机杀人案件，造成2位民众受伤，要互证人压制，由警方先介护送病院。我会走，我会走，你们弄什么？这么谈讲嫌犯保护相关的就医记录，不过卫生部伫第一时间讲，目前抑阁无法度确认嫌犯作案的动机甲精神状况，无适合甲精神疾病做连结。若经历过屏东超商乌白酒的案件，甲铁路警察李成汉顺捷，国内新版的精神卫生法将会伫今年年底生效。卫生部新官上任，强调会甲法务部再做沟通协调。不要每一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把犯罪者通通都跟心理疾病画上等号。多数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事实上他跟犯罪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也在这边跟法务部这边的司法监护来做相关的合作。我们抗新政策实施需要工作，就是要推展健保的改革。卫生部长邱泰源强调，旧的问题会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不过，医界所呼吁的保障健保点达1点1块，也讲有困难。目前先全面盘点，先卖增加民众的负担，考虑自高所得的民众来处理。我们的医事人员要很有尊严的、很安全的，能够发挥他的专业。这包括也应该要有合理的收入了哈。今年台湾也是无受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邱泰源讲，伊家己将是第5遍参加争取。对于中国监护的力量愈来愈强，台湾面临着环境是真困难，争取更较侪国际友谊来对抗中国。台湾的声音未欠息，将会参加周边的几多场活动甲论坛。记者综合报道。新团队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今仔是头一届去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哦。伊表示讲有真大的压力，会赶紧来实手。今仔调查立委是拢真肯定新部长的表现甲专业。立法院新生环境部长彭启明自进入会议室，先甲在场立委拍招呼。第一届备询，伊前一暗准备资料到半暝11点，一早无到8点去上班。伊讲有压力，会赶紧拍拼学习，对上进度。面对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提出影片批评地方光电开发乱象，伊直讲今麦袂阁互执政党学不来。现在立法院不像以前一言堂随便你们搞一搞就可以同意，无可能的代志哦，绝对给你冻个死都有。未来呢，我们环境部会加强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的检核，特别是敏感的地带或是湿地。
苏清泉嘛对问订收碳费增加成本，台电敢会来起电价？伊讲影响无大，执政党立委是爱重视碳费可能引发的绿色通膨。潘启明嘛承认家己看厝嘛拄着相像的起价，但强调这无合理。喊到大概涨5%到10%左右，那基本上呢，现在是还没有开始征收这些东西，这个也不可能马上就会存在。立委质询潘启明一定回答报告委员，会前和媒体问到如何看待在野党咧推动立法院一款刑事法修正草案。伊讲家己是真好性的人，无啥会发脾气，所以尊重立委立法院拢做会到。各位委员的批评，我也会虚心的接受，谢谢。不会顶嘴就对。我很少顶嘴啦，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大会去顶嘴的人，所以请各位委员放心，那也尊重大院的决定。第一届备询气氛一片祥和，多数委员肯定伊的专业，期待伊未来推动相关事情。外界关心碳费出来时间点，环境部是表示后届开会时间会伫6月底到7月初。记者林俊美、周良雄台北报道。金管会新主委潘金龙早起嘛去立法院的财委会报告，主委是表示讲，未来金管会会注重金融市场的安全甲发展。针对咱国内虚拟资产平台的监理问题，伊讲虚拟资产专法已经的研究了，上近9月就会出报告。金管会嘛会甲司法部、佮内政部、甲法务部做伙来防止诈骗。正大保险系学者出身的新任金管会主委潘金龙，在就任的第3天，头一届去立法院财委会报告业务，外界好奇伊的心情，敢会真紧张？不会，但心情大概早已经准备好了。对，好，这是平常心。对。针对金管会期待，潘金龙希望未来会当打造安全甲发展平衡的新金融市场，而且为6大核心的面向推动各项的措施。卖伫金管会会内增设金融市场发展甲创新处，来强化金融科技发展，放力法规，推动台湾成做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针对国内虚拟资产平台监理的问题，潘金龙讲，虚拟资产专法已经外包做研究，上近9月份结果就会出来。所有银行不能做的，它通通都能做。那你怎么办呢？我们也在收集各国对融资公司管理的这个内涵呢，我们也考虑演绎未来的这个是否有要以专法来管理的可能性呢？专法还没出来，那怎么规范它？现在的话，我们就请他们这个虚拟资产业者，他们今年会成立一个工会，那我们会去指导他建立他们的自律规范。潘金龙强调讲，就算今嘛无专法，不过虚拟资产业者今年6月会成立工会。在专法立法进程，会想用自律规范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金管会对掠诈骗是真重视，已经甲司法部、内政部甲法务部合作，要来阻挡诈骗。记者综合报道。新任的文化部长李婉作家小雅，今仔日立法院表示讲，文化币使用年纪会对16岁放年到13岁以上，拢有文化币通用。有立委质疑讲，这讲是野钱咧，也毋过部长是强调讲，放年是毋望讲囡仔当量早来接触艺文。拜3、5月2日是新执政团队上任第3天，新任文化部长李婉头一届来到立法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备询合业务报告。针对有立委问到伊对文化理念，部长表示，伊毋望透过一步一步的政策推动，让台湾人更较认同家己的文化。我希望所有台湾人会对自己文化感到骄傲，而不是觉得很自卑，要去追求韩国、日本从外来的文化得到一种滋养。为着要让文化自细汉定根，新部长李婉所提出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把文化币的使用年纪对16岁放年到13岁，也让国民党立委积极讲实的野钱。部长表示，会安尼放年是毋望让囡仔量早接触艺文。今年年底的总预算会送出来，明年会让我们对，我希望如此，因为我算过一下，大概要增加大概50万人，然后大概6亿左右。我再一次强调，他不是傻逼，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把小孩子当小孩子，从来没有把小孩子当大人，提早给他接受文化艺术，这是台湾一直的问题。
另外，针对台语的议题，进前文化部讲要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民进党立委也进一步问文化部敢有规划出母语家庭的推广计划。文化部表示，有在研究实践之法。他只有在家里讲，他能不能走到社区讲？我不想要现在文化部有没有进一步的规划在这个部分。他们可以来跟文化部申请说，他要在他的社区里面推动10个或是15个家庭，他们要一起来共学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给他经费的资助。文化部指出，台语家庭的推动计划上紧会伫8月正式公告9月施行。伫咧推广台语的部分，新部长讲，伊对台语有诚深的感情。针对民间关注敢要设立台语委员会的问题，伊嘛表示会认真研究。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一个住伫台湾11档的美国人哦，16伫台南的港丹公车的时，去互一台电动奥多拜弄着。伊讲哦，台湾真正是过路人的地界，佮讲台南哦愈合严重。徛伫台南市大东路3段，即位公车站牌进前，准备要坐高铁快速公车的美籍人士，因为公车慢13分钟，伊徛伫路边等车的时阵，摕手机看时刻表，影响一台电动奥多拜改弄，因2个人拢倒伫涂骹受伤。人错误之外，是系统的问题的。最近台湾有出那个新闻，就是说台湾是新人地狱，所以就是说，我是说台南就是那边的总统。疑似因为上班时段车多拥挤，视线受到阻碍，且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这名美籍人士正骹受伤提7针，伊讲靠近车道来徛是为着予公车司机当看到伊的手，拢是会当确认公车够，而且伊嘛观察到有真侪台湾人骑车，敢若甲车红灯当作参考，感叹台湾是行人的地界，甚至台南就是地界的首都。更大的问题啊，就像那个红绿灯，就是台湾人常常是说那个红绿灯就是常考，然后是到处都有车是真的是没有在停。现在有好一点啊，毕竟停，尤其像那个斑马线停，大家的都有在让了啊。伊讲伊家己住伫台湾11年，嘛真爱台湾，希望台湾较好，较会讲台湾是行人地界，希望透过政府人民系统的改善，互道路更加安全。嘛，当地居民讲，大东路当时有快车道、机车道甲路肩，骑奥多拜人若习惯性骑来路肩，就可能弄着行人。毋过，甲进前比起来，民众认为礼让行人的状况有明显改善。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台南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咯，黄山雨季目前石门水库的水量有增加，已经甲去年同期差不多偌济咯。石门水库6月开始哦，会供应桃园个石门管理处以及潮仔吐水的用水3700万吨，后续供水哦，嘛阁会随时来检讨。望将雨季来临，石门水库从20开始，累计落尾20毫米的降雨量，安算会当替水库增加270万吨的水。水位加悬差不多27公分，约223.96公尺的悬度，欠水率有到32.2%，差不多6600万吨的水，水情有大大改善，甲去年同期差不多。112年的一个同期来讲，约那个相差短少差不多400万，差不多只有影响到我们3到4天的一个供水量，其实应该是讲说在水情上已经逐步的好转了。接来会进入农作的抽水期，除了优先使用河川甲鼻塘的水来引产以外，石门水库6月会供应桃园甲石门管理处早冬潮用水3700万吨。农民讲目前降雨量有够，大部分的田用水量无问题，不过有部分的农民有拄到鼻塘饲鱼仔，刚来当日时用水，暗时会关起来，引产的情形也是无多真充足。因为你如果说水不够的话，它等于在抽水还是在灌浆这方面会影响到你的品质跟它的收成。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以气象资料分析显示，最近也是有可能会落雨，会加强透过省水的操作，甲加强引水，让水库稳定供水。针对农业用水灌溉的问题，会看最近落雨的情形，甲实际农作用水的需求，每一礼拜做检讨来调整，以后今年早冬潮的灌溉当顺利完成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拿来乡有一间私人的饲猫仔、饲狗仔的农场，县政府伫今年2月去稽查，发现讲有虐待动物的状况哦，嘛已经有受到处罚。后来这间农场是拒绝接受稽查，县政府马上云林地检署去侦办，嘛发现讲这负责人哦，同款各有虐待动物，甚至造成死亡的行为哦，嘛已经提起公诉了。
死掉了吗？防疫所的军员一个客栈人内底猫仔，所发现有一寡已经死亡啊，怀疑有不当饲养的状况。云林拿来这间私人的猫仔狗仔场，西单的负责人已经涉嫌不当饲养，互人检举真侪届啊。屡劝不听，又再有重启炉灶的情形。那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又派员多次稽查，但是到4月份，陈姓男子已经有严重规避稽查的行为，所以我们就报请地检署侦办。云林地检署表示，姓陈的查甫人伫2015年违反动保法，互中华管府采取禁止饲养。4年前，伊搬到云林拿来所地，今年2月互检举不当饲养了后，云林管府甲罚20万元，说共款是罚袂惊，继续咧做违法的代志。云林县政府多次前往复查，据料陈姓被告竟不配合，拒绝开门。本署获悉上情后，指挥警方于今年4月间入内执行搜索，发现陈姓被告依旧有违规饲养犬猫。云林地检署表示，经过稽查，有狗仔受伤，煞无送病院治疗，而且环境阿早未通风，致使动物死亡。检方认为，姓陈的查甫人涉嫌违反动保法，故意虐待动物，还因受伤死亡等等，甲伊提起公诉。记者魏雄云林报道。来看高雄的寿山哦，是台湾高山仔的生态地。有民众昨伫228纪念碑的附近，看到有人在饲高山仔。动保团体甲主管机关是一再呼吁讲，唔通乌白饲这个高山仔哦，这是违法的行为，会防处罚。民众派一个乌色的袋仔，台湾高大灯伫边仔等食的。高雄河山市义伫寿山228纪念碑附近，看到民众伫饲狗，非常的无认同。动保团体提醒，人的食物会伤害狗的健康，增加狗抢食的风险。从包包里面掏出食物给野生动物，这个动作会导致呢，大部分的野生动物以后看到其他的人类，并不是要喂食它，但是也有这个开包包的动作，他们就会对这个动作产生兴趣。狗伫路边食法果，实际来到寿山。透早，记者就伫咧动物园门口拄到一个登记饲狗的民众，伊讲唔敢狗咬巴肚。为猴子罚3000，这是不公道的。猴子就是因为它的地方缩小了，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才会抢。饲的人有家己的看法，虽然台湾高山仔已经唔是保育类动物，但伫寿山乌白饲狗以饲的地点，也是会使照国家公园法，也是高雄市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罚款。园区里面喂猴子的话，罚则是3000块的这个罚款。那第一次就罚3000块哈，那连续处罚的话也是3000块。饲狗会造成环境垃圾，嘛影响狗的行为甲健康。因为民众看到的地点属高饲护管，农业局表示，去年有开发4件饲狗的行为，饲府嘛有设检举乱饲的奖励办法，嘛呼吁饲的人唔通搁饲，以免违法。记者陈焕武、柯正准高雄报道。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日返伊备询的时表示讲哦，虽然诈骗的案件搁真多，也毋过打击诈骗的效果嘛已经有咯，继续拍拼应该真紧就有成果哦。最近阁有诈骗集团假做是邮局利用赖，也是讲假领包裹的通知来诈骗民众。一个长头毛的查甫人伫车厢内底甲人车拼，台中捷运发生随机攻击的案件，较早有伊路见不平斗3工。家家都爱嫌犯压掉咧，不过伊的面有受伤，目前住院治疗。即马阁去互诈骗集团注意到。代志发生无到半工的时间，就有不法分子假做是台中捷运长头毛的查甫人发简讯，讲伊咧甲歹徒车拼的时阵，皮包仔锁拍无去，着急爱用钱，还阁欠5万。不过本人亲身背回讲，伊并无欠医药费，诈骗毋但是出头真济，港骗的手路更加是800款。假冒邮务机构投递公文书啊，那上面就会写诈骗集团成员的手机号码，用来诈骗民众，像姓名、手机电话号码等个人资讯啊。骗讲配上有各样，要求爱敲电话找专员，用假的招领单以外，有民众接到邮局用赖通知，警方提醒，这拢是诈骗。早期的问题若一日无解决，民众就有风险，财务损失嘛愈来愈吃力。这嘛引起立委的关注。真正家纸，迄只猫的家纸一直咧生卵，迄只你唔甲拍好死，下底遐细只家纸安那拍嘛拍无死，拍死嘛无路用啊。诈骗集团还是一样开着超跑，住着豪宅，这种相对剥夺感，还有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是很大的。
有立委建议讲，为银行、第三方支付、加密货币相关口座的监控，拢爱提悬管制。嘛有立委质疑讲，掠诈骗无对症落药，大部分拢敢若掠到下底细汉的，就算司法审理，判重刑的比例嘛拢无悬。不过，新任的法务部长陈明谦，头一届以新的身份避询，强调掠诈骗已经有掠到大尾啊。这个整个高原期，我们已经进入到整个诈款的一个核心了。那我想这一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策略跟做法，我想已经发生成效。面对诈骗的问题，法务部表示会继续来拍拼。新政府防治控上任了后，会搞出什么款掠诈骗的成绩单，受到各界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双北市个桃园 U-Bike 数量是比去年增加1倍半。最近嘛发现讲，脚踏车的事故跟违规拢有增加，所以三个县市交通局按算要来检讨原本的记点制度。今年7月就要开始来实施违规记点的新制度，一档来逢记3点就禁止借车14天，若是啉酒骑车就直接停权2档。靠边讲明了就让坐车，用记名票价就 U-Bike 脚踏车真方便。台北市每天借车的次数有16万8000次，只是骑车人变多，违规的情形也变多。有分就是骑车跟走路是分开的嘛，他可能有骑车会骑到人行道上，就会撞到这样。应该以辅导的方式，或是播出一些影片啊，来建议行人啊，或是使用者应该怎么去遵照这个规则去走。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统计，去年脚踏车事故死伤的人数14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为了要增加骑车的安全，北北桃交通局重新检讨 U-Bike 违规记点的机制。在过去违规的人会受到监禁，以后会伫网站或者是 App 的会员专区内面，佮增加一个专区提供查询，包括撞红灯、车道反向、无让行路的人、徛伫咧顶仔骹、骑车时阵摕行动电话抑个载人，拢会记1点，点数的时效是1年。1年若累积3遍就停权14天，袂用借车。要不若是啉酒或者是食毒，就停权2年。参考我们之前的执行经验做一些检讨，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记点纳到我们的会员条款里面然后也增加了查询的机制，还有通知的一个机制避免争议。交通局讲，在过去违规记点，因为无更新的机制，记录会一直留掉的，所以参考都交条例更新，并且会写伫咧会员条款内面，互民众会当了解规则。若对记点有疑虑，会当伫咧7天内向所属的地方交通局提出核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逢甲上宽4月新设标线型的人行道，互过路人有行路的空间。也毋过嘛是有袂少车拢违规停伫标线顶头。警方加强处理，4月底到今已经开出141张的罚单咯。另外，伫中兴街是有民众反映讲暗时尤其是拜六礼拜，有真侪车拢停伫标线的人行道顶头所以民众嘛是无路通行。台中逢甲上宽的车路边出现几条彩色的飘线，这是交通局规划的飘线型人行道，边还有乌托邦停车格。不过民众对这款的人行道敢会当确保安全，有无共看法？还是有一点作用啦，因为白天其实人比较少，晚上人很多，那车相对的就会比较多并排啊什么的。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我们走在前面，车从后面来，不知道它的状况是怎么样。违停队也蛮多的。台中市交通局伫逢甲上宽的福清路规划缩短车路跨度，佮甲乌托邦停车格画串串，增设1.5公尺的飘线型人行道。今年4月底完工，警方表示已经加强宣导甲处理，4月底到今处理141件，不过实际去现场观察，违规停车的状况也是真侪。那每日规划4到6班次的巡逻班次，那约40人次，针对辖内共17处的标线行人行道，加强取缔违规占用的情势。伫台中市西区的中兴街有同款的飘线规划，不过部分已经看无啥会清楚。袂少民众表示，嘉瓦市区边仔有袂少点头，暗时违规停车游玩足多。汽车比较多吧，可能都是货车啊，在那边下货什么之类的。它就是只画了那个绿色的部分而已嘛。这个设计一开始就是这样画，那只是后来可能就是行人的声音比较大声，那个停车保护这件事情就被忘记了。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飘线行人行道除了确保过路人安全，嘛应该利用车路边啊，确实画出停车空间，才会当满足过路人甲车的通行需求，嘛确保双方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学生团体连续3天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上新的报告指出，课纲实施5天哦，阁有未少学生无法度感受到学习日听档案的意义。有过半数学生哦是真满意台湾选修的课程，也毋过嘛有未少学生认为讲，目前的双语政策对优秀的学生是较有利，无特别去照顾较弱势的学生。108课纲实施5年，但年度高中生不满学习日听档案。学生团体 @youth 发布2023到2024的观察报告指出，大部分的学生也是感受袂到学习日听档案的意义。有50%的人认为对探索生涯是无帮助的。不过，特殊选择学生就较愿意做学习档案，因为会当考虑增加日合管道的比例。因为他们想要让自己足够的特殊，所以他们会进行多方的探索。他们在探索的动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超过一半学生对台湾选修是真满意，不过都市甲庄脚，阁有每一间学校开课的状况也是有差。希望会当自主学习，不过有80%的学生想袂到主题，有40%的学生是认为学校提供的时间无够。课开的量是够，只是值。可能就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我们在优质化方案，还有学群科中心的课推系统，其实都会去协助老师把课开得更多元，内容更丰富。4%的高中生参加过全英语课程，对老师用英文来上课无啥会当适应。有60%的高中生无同意双语课程会当提升学英文的动机。67%的人认为双语政策造成成绩好的人真多，成绩歹的人嘛真多的极端现象。很多学生在双语政策的全英文课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上课，所以我们希望双语政策可以延缓进行。针对报告建议会当慢请推动双语政策，先做好补强课程，甲增加教师的专业训练。教育部代表是回应讲，会思考安怎为双语计划来改善，或者是结合即马有的补强系统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新加坡航空一台对英国伦敦起飞的飞行机伫昨拄着乱流，紧急降落伫泰国曼谷机场。有一个73岁英国查甫人因为心脏病发作过往，这台飞行机顶头嘛至少有71个乘客受伤。无下安全带的人，迄人阵拢被弹落到机舱顶，真侪人受伤，大部分拢是伤着头。新加坡航空编号 SQ321班机伫泰国曼谷机场迫降，机顶的乘客都经历一场惊人的空中意外。People's belongings, phones, cushions, teacups, plates, you name it, it's just start hurting through the cabin. 这台顶头载着211位乘客，18位机组员的波音777-300ER 型客机，是自伦敦的希洛斯机场出发，要飞去新加坡。新航发声明讲，起飞了后差不多10点钟，伫飞过缅甸天顶伊洛瓦蒂盆地，高度37000英尺，差不多11300公尺的所在，拄到剧烈的乱流，飞机快速下降，然后快速爬悬几落百英尺，国产一边降落甲爬起嚟，才稳定飞行。时间90秒，造成几60个人受伤，一个人死亡。สัญชาติอังกฤษนะครับอายุ73ปีครับผม。新加坡航空被认为是世界上上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这几年来拢无什么重大事故。顶一遍的意外是发生伫咧2000年10月，迄当阵伫桃园机场一台波音客机走入去时间中关起来跑道，启动到时间中的机具，造成83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北韩最近有一条的俄罗领导人金正恩亲切爸爸个伟大的领导人真洗脑的歌曲哦，对4月开始伫 TikTok 顶头就真时行。南韩政府是表示讲，这条歌违反南韩的国家安全法，已经禁止播送了，违法上济妨关7档。这条节奏紧、真好唱的流行歌曲，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形容做老爸甲伟大。
歌词的内容是赞叹伟大的领袖金正恩，俄罗金正恩，伊是大家好生的老爸。也因为安尼，韩国放送通讯审议委员会才违反国家安全法，甲这条歌禁止放送。声明指出，这条歌是针对南韩心理战的典型内容，因为伊是用甲外界连接的频道所发布。而且内容主要集中伫对金正恩个人的崇拜甲赞叹，并且补充说明是按照南韩国家情报局的要求所做的决定。不过，韩国放送通讯审议委员发布禁令了后，领导引起韩国人的兴趣，并且上网查这条歌来听。有人留话表示，委员会应该让这条歌继续伫平台放送，让更较侪人欣赏这个笑亏。北韩最近除了这条洗脑歌，金正恩今年也头一届要求人民伫伊的生日宣誓效忠，让外界看做是甲伊的政权落掉的方法。 그 사회의 모든 영역을 집중하고 충성하고 우상화하기 위한 이런 내용으로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사실 김일성 시대나 김정일 시대와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配合这条宣传歌，北韩官方媒体顶礼拜也超工爆出金正恩带查某囝金祖爱出席平壤街道员工活动的影像。韩国放送通讯审议委员会会针对亲戚父亲音乐影片的29个版本进行封锁，不过无说明具体的执行方式。南韩的国安法禁止民众看北韩政府的网站甲媒体，有支持北韩政权的言行，拢会受到处罚。违反国安法，上重会当判7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来看日本的三里关一间便利超商的头前会当翕到真水的富士山的风景，因为这个地点上出名，嘛严重去影响到民众甲附近的环境所以昨开始已经用乌布甲风景盖起来了。有游客是表示讲真失望，也毋过冇人真支持认为讲莫去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活较重要。 这大阵工人无用时间，甲悬2.5公尺、长20公尺的乌网仔布挂起哩。以后行伫这条人行道，未阁看到罗森便利超商甲富士山的美景。有法国游客就赶紧把握时间来翕相。I found out that it was the last day, so we didn't really plan to come here, but we say, yeah, we have to go there. We will be the last one to see it. 这间罗森便利超商伫东京西南边50公里的山内关富士河口湖。 商店顶面放富士山头的相片，伫几6年前开始伫网络世界团，或者变做顿卡受欢迎的景点。真侪游客毋插警告走到车路翕相，人甲车相插的情形真危险，也制造真侪粪扫甲噪音，互当地民众真困扰。当地行政机关决定介入，第2日正式挂这块乌布，伫遮甲富士山做伙翕相的美景未阁有。 有游客表達支持。There's so much spots and photogenic spots that you can to get a really nice photo of Mount Fuji that is not blocked. So I think it's for me it's a good movement from the town itself. 日票换美金伫4月份来到34年来上低，吸引真侪海外游客走来日本。互讲做是这世人一定爱去的富士山，也变做游客目标。过头的旅游造成富士山风景区真大的负担。 为着解决观光公害，山内关政府对7月7日开始限制逐工进入辖内富士山步道的登山客人数是4000人，并且开始扣逐人2000日票的入山通行费。山内关府早开放吉天口登山步道通行证的线顶预约，逐工预约上济3000人。 并且保留1000个名额提供长工预约。官府也透过声明，欢迎登山客会使加捐1000日票，共同为富士山山林保育来出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年3月，新北市的空桥国际学校的校车伫台北市的文山磅空并且没想到讲伫昨暗同一个地点，空桥的校车又搁发生车祸，校车出去有3个学生囡仔受伤2个月来就发生2届的车祸。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讲，学校若无重视学生囡仔安全，无排除未来会以停职照成来处分。 发生60岁林姓司机驾驶康桥下车，沿信义快速道路南往北行驶至近文山隧道北侧出口处，因驾驶失控撞击内侧隧道壁而肇事。
昨这台校车有坐8个学生，其中有3个人受伤，2个人是送病院去治疗，加载只是轻伤哦。校方表示讲，昨个事故甲3月造成20个学生受伤的车祸，是无同款的游览车公司无同款的驾驶。昨发生事故的车佮驾驶拢有执照，驾驶嘛无啉酒赛车。文山分局是呼吁讲，黄霜雨季落雨，路是真骨哦，赛车都要特别注意咱的状况，避免发生意外。咱再来看4月初3大地震了后，花莲的订房率剩无到1成。花莲县议员是要求县政府应该主动来体检这饭店、旅馆的建筑物敢有安全的疑虑，互游客敢放心来花莲观光哦，住甲嘛较安全。这是花莲市区当日徛的拿天热池饭店，工程按算到6月30才会结束。不过，其实附近的店头甲饭店也无法度做生意。地震了后已经1个多月啊，消费者恐惊对花莲的部分饭店结果无信心。观光客明显的信心不足，那如何让这些旅宿业的能够提出一些让观光客安心的方式哈？我觉得就是把饭店来做相关体检。官府强调，目前也在清点辖区内旅馆业建筑损失的状况，不过代志牵连到私人财产无法度强制，希望透过补助办法来吸引业者配合。很多都建议是希望能够中央是不是可以专案来协助这些旅馆或饭店业者来做一个耐震评估。好，那也能够补助了，好，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饭店的状况，好，可以做进一步的修缮跟补强。花莲目前受到地震影响，地区受损严重的饭店到底有偌济？目前县府也无资料，因为这的旅馆业其实无法度像邻家厝同款得到补助，因此参与评估的意愿无悬。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是希望在推动这些耐震的详细评估以及建筑物的建物补强的时候呢，从地方到中央都可以给予我们，比如说经费上面的支援，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协助的支援。部分业者是私底下表示，若准旅馆业唔重视家己建筑的结构，敢有安全的问题，是要安怎让消费者有意愿来这住？非常希望有专业的评估认证，让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地震影响哦，花莲甲台东拢有争取政府的补助。中央核定讲，花莲县会对6月开始补助，台东县就要等到8月才有补助。台东的观光业者是表示讲，6月的订房率就已经无到2成了，7月办热气球节咯，目前的订房率嘛只有3成。台东县议会哦，县政府第2会是表示讲哦，会来推出6月份的观光补助奖励方案，伫台东住一暝，上济是当抽到66000块。台东县议会当日进行县政总质询，有议员质询，花莲县地震了后观光的补助，中央核定为6月份开始实施，不过台东并无，县府敢有规划咧？县府讲无要等中央，6月份要家己推出666项无彩奖励项目。上济有66000块的奖励金，也要比照花莲县的一个振兴的方案，来补助我们台东的观光产业。6月份来台东旅游，只要住1晚就可以来抽奖励旅游的补助金。那奖励旅游的补助金从最高66000元到6600元都有。那还有一些热气球的搭乘汽油券。县府表示，这项补助的方案。总奖励金有600万左右，包括10个66000块、600个6600块现金的奖励，也有热气球、自由杯、甲多少县顶顶摸彩的项目。希望省全国的民众会当去台东旅游。业者讲6月份的订房率是了甲干那剩2成左右，大部分的民众拢在问讲敢有补助，要若县府推出这项方案，应该会省真侪民众来。因为现在询问的电话非常的多。从7月份开始，像热气球啊，或是一些连续假期，其实蛮多客人都在期待补助的一些方式、方案以及内容的一个部分。中央补助台东县的观光，7月份会有团体补助一团150块，8月份有自由行住宿补助1000块，已经业者和观光享有有薪水的假，所以县议员要求县府要搁较积极向中央来争取补助。县府表示，最近立法院争议的事件告一段落。会上报请立法委员协助争取。记者综合报道。台仔是台湾原住民真主要的角色哦。国立中央大学极地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5月底会去北极哦，伊嘛甲头一批170种真珍贵的台湾台仔的种源送到挪威的种子库，一地来保存台仔的基因多样性。台仔是台湾各地原住民族的重要祖先。
因应气候变迁的冲击，第一伫咧粮食安全甲永续农业有正重要的地位。伫国立中央大学极地研究中心的推测下，台湾研究团队将会伫咧5月底到8月，加第一批170种珍贵的台湾台仔的种源，送到挪威斯瓦尔巴世界种子库，来维持台仔的基因多样性。月底我们要带着希望种子小米，放到北极这个世界种子库，这个是代表我们在国际合作也好，这个北极的研究或者永续农业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极地的研究是我们落实永续发展，还有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不仅能够提升我们在专业国际组织还有论坛的话语权，展现我们的先进技术之外，更能够促进我们跟国际交流。台湾的台仔真做文化外交的主角，唔但是科学加外交的成就，也是国际合作永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项计划收集、整理并且处理台湾台仔品系种子，伫咧确保具备着法规的完成了，送去北极的全球种子库进行一地安全备份。小米又是原住民族部落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国家作物种源库用什么来保存？用低温来保存，0下18度C，一年要花多少电费？你知道吗？1000万。斯瓦尔巴这个全球种子，它是在冰底下，本来就是永冻层。斯瓦尔巴是全世界种子库，别人叫做是末日种子库，是全世界农业的诺亚方舟。台湾参加全球种子库计划。推测极地科学甲农业的永续，除了今年的入库任务以外，以后也会分配入库，总共有400多种的台仔，来确保伫咧自然灾害、疫情或者是战争这寡全球性危机的时阵，会当提供安全的保护场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有一座79公尺长，亲像个坐流浪的厝啊！疫情后，就只开放团体预约。有家长是反映讲带囡仔去遐，囡仔无法度坐，拢真失望。也毋过中山大学是表示讲，民众会当招团来体验。囡仔为长长的厝流浪豆豆溜落来，这是高雄唯一的个人厝流浪。拄开放的时阵，人人拢会当来体验。不过疫情过后，敢若开放予团体预约。有家长就反映，囡仔耍袂着。大部分的民众也是希望会当予散客来体验。若无平常时嘛袂有游客来遮，有淡薄可惜。团客有可能就是外面的观光客，高雄市民拢唔知啊。我感觉安尼是。做浪费啊！是当然能开发是最好的啦，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有一个多导览玩的地方、走路的地方。蛤蟆新厝流浪位伫丁山街60巷，利用地形的关机差，专长79米，算一摆差不多40秒。沿路会当看到古道、水道、顶点历史场所。学校指出，过去发现有游客敢若想要耍，并无了解历史意涵。疫情过后，才调整敢若开放予团客，爱参加导览，才会当体验厝流浪。所以，我们也希望讲用团客的形式，咱有一个完整的、较整体的介绍，在他们。在做溜滑梯的过程里面，就真正可以吸收，然后也可以对这边的在地纹理有更充分的认识。蛤蟆新过去是军事古道，有日本时代甲清朝的历史痕迹。高市府伫2016年提出兴并计划，毋但修复古迹，也起这座厝流浪。中山大学表示讲，伫疫情过后，团客预约的人数减3倍，毋望蛤蟆新的历史通互人知影。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湾65岁以上的时段，平均13个都有一个有失智症哦。成立11档的关怀台语剧团，最近是编一出失智症的戏出，讲出失智症患者的无奈，甲照顾者的心情。咱做回来看卖。哦，哪有一个臭火大的味啦？母啊，你是做啥？无啊，你大概嘛无。代志记袂牢，困无好，个性改变，这拢有可能是失智症的症头。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台湾65岁以上的时段，平均13个人都有一个失智症。中华关怀台语剧团就编一出咧讲失智症的戏出，播出失智症患者的无奈，甲照顾者的心情。这是一个社会剧，或是一个家庭的剧，尤其一寡少子化的现象，吼，即嘛老人问题，吼是愈需要来重视，吼，所以这个剧本嘛，希望观众吼会当来看，来反省家己的家庭，吼到底有这个现象无？
成立11年的关怀台语剧团，团员有30多人，以台语剧本为主，每礼拜固定时间练习，佮请专业的编剧老师来教课，和团员讲台语嘛练演技。一开始成立的时阵吼，就是想要用台语，透过台语吼的剧场来推展台语。迄阵成立到即阵已经11年啊吼，我每一年拢有新的戏下咧演出安尼。关怀台语剧团表示，过去嘛捌搬过环保、亲子、族群文化这个议题戏剧，希望民众唔来当听到优美的台词，看到好看戏出，嘛透过舞台剧的演出，互大众做伙关心社会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下晡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我想讲你要叫真转去，才会遐尼强。拜托咧，柯景宏是硕士呢，会当读到硕士，厝内哪有可能保值？啊，若订婚了后，你就是我的太太呢。啊，这个代志只有